谢啦，谢。好啊，别爱啦，家己无代志找代志做，咱主人大夫做代志家己负责啦，爱什么话，无人会同情你啦。不是我家己用要做的。咱哪会知影讲迄个阿娇生做遐老啊？爹母遐尼有人气，去头一工去酒家上班，一捆坐7、8台，走拖走袂去，人家要来甲伊找麻烦。咱做人的朋友，人先生爱跳出来替负责，才去用木安尼。好啊，别讲遐好听。这条阵我唔知影，你无定是交迄别人的七啊，才叫人拍安尼啊，对无？我就抓，我这个人这么木讷，这么忠厚，这么老实的人，我有可能会去人交七来去用拍呢？恁阿唔有可能？哼，你也无讲老实话吼。哈，你敢无去交粉味？无，无，绝对无，我就抓。敢无？我要去的是你甲交代的，交代我讲20分就爱敲一通电话转来，我每20分就敲一通电话转来，我哪有迄个用的时间去坐迄查某囡仔边仔去闻粉味的？你做嘛囡仔无摕证据互你看，你是袂承认，哈？有证据，证据倒，我有查什么证据转来？哈？你若讲证据充分，我就讲点点互你念无要紧哦。对，你有啥证据你讲？好，你点了等，我就来房间摕证据互你看。我。戆查某，我转来拄仔入大厅坐伫遮安尼加膏药啊尔，我证据会走入房间内底，迄房间我连去吸着也无，三八查某戆查某就是真出现的。有够戆，有够。你讲啥戆查某？有够戆，因后姐好做巧。行，这行要算什么证据？这敢有写讲说一间酒家呢？嘿，来看者，看者啦。看，来。你无摕粉味，你看卖，家己看，规个面拢真英气，佫无哈？你讲，伊那要安怎处罚你？唔是啦，我这胭脂嘛唔知安怎来，我家己嘛无感觉。规面拢是，10几个，有甲10几个，有甲10几个，你若讲3、4个就有影啦。唔是啦，有啦，别怕啦。叫你我是为着阿叫面子，叫你要旁听，一口找粉味的，你家己看要安处理？两个，我家己知影，我自动报警。我知影，后摆我唔敢。迄是查某囡仔看到我缘投先生生我来，也毋是讲我常常要愈爱有钱的啊。那我嘛坐伫啊，我拢唔欠伊硬家己爱钱的，你知唔知？对。你嘛同情我。好啦，今仔日吼无要罚跪啦，起来。真诶假？伊头放咧，起来。我唔敢，我唔相信。叫你起来，你就起来啦。真是的哦。阿母，谢谢。你先后入去房间底等我。你房间哦？我先个身躯啦。叫你先入去啦。唔是啊，无小身躯插外箱，还有插地高现呢。入去啦。真是的哦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搞我去找粉味的，今仔日拢甲点金死死。哎呦，这阿娇嘛咧加使运，咱头一工去上班，就惹代志哦。对啊，因为伊生做伤过水嘛，人客为了伊食醋，才会相拍。哎呦，你实在有够无路用的，无采讲互你去住遐尼久啊！敢讲迄人客你拢无熟悉，阿娇伫遐互人家挑拣，你也袂晓安尼替安尼小可安尼甲讲一下。妈咪，这你袂使怪我啦，迄人客吼，你是也看假心思对无？暗时啊，若阵踮咧酒家酒啉落去555对无？伊根本都毋捌我阿姆阿伯啊，这你袂使怪我，我袂当家帮忙啊。安尼嘛是。哎呦，哪来安尼啦？好啊！恁两个借2万块要去甲阿娇捧场，是安怎捧甲安尼规身躯安尼扎甲安尼，是要紧啊，无要紧啦？哎呦，脚断5、6节，想要无要紧也无法度啦。我是来炒唔食面啦，你看我即摆有一支700分2瓶咧食饭啊。歹势啦，歹势，拢是为着我的代志，恁才用拍到安尼，我实在足袂过心的，是的吼。无啦，是的，应该是阮两个兄弟啊啦。你头一工上班，阮就无才调通甲你保护。是的啦。你莫搁安尼讲啊，你若咧讲我的事，
想到愈艰苦，当日若平安转来就好啊啦吼。你讲实啦，阿娇啊，阮大个较软弱啦。人我也毋是咧操蛋，当初我经营不对，我拄要出手拍遐歹人，也知恁以前迄个经理也说阿坤啊，带警察来啦。啊，若无这些哦，倒的人是毋是阮着伤啦？嘿，莫点么断呢？家仔阿坤啊，警察带了真紧哦。无这声吼，你毋是拍到安尼啊，你又变气儿，我来讲。爱单规世人扣角就是安尼。水果阿姨，我看安尼啦，迄个所在吼，我无适合去上班，我决定不爱去啊。这真是了！哦，万岁！啥是发生这款代志？是啦，董事长，好佳哉吼，你有先见之明，叫我暗中保护小姐，啊若无吼，代志是愈舞愈大。好佳哉讲我早就准备哦，啊若无阮个保卫小妹仔吼，啊就凄惨个。董事长，我感觉这出戏吼，莫搁演落去。有影，经过发生这个代志了后，我已经对因拢足了解啊。有影，总经理啊，顶阵我叫你甲我提去寄迄300万吼，你即摆去甲领出来。是。好嘞好嘞。无咯，阿娇啊，我无大人照，你无看我手拢袂叮当的哦。无啦，你敢若较受伤啦，手尾也袂叮当。你毋知人有痛苦，迄骹吼断10几节了，啊，直直发痛到暗棍才来，啊，根本拄着下海啊，无法度叮当啦。这骗笑的，也有人脚着伤会去家着手袂叮当。我敢若出国啊尔。我紧啦，我来穿好。后囝，真感谢。你知影我骹手袂叮当吼，搁甲我饲，吼，真享受。那安尼吼，我甘嘛逐工拢出来防木，防讲甲规身躯拢伤去无要紧，我甘愿。知你敢毋咧笑伤？哎呦，看呢？哎呦，妖英哦！啊，这个搁较严重。我酒桶诶，你是去有可能去弄着迄哦？啊，昨我咧相拍，你拢比你大骹，你根本就无叮当着，安那今日才严重？是我修理的啦。啊！上个期啊，讲早咧讲哦，做查人毋通安尼啦，有影想超过，哪有人讲安尼某甲翁拍甲安尼即身躯？你都唔知咧，我叫伊去遐是讲去阿叫捧场咧，唔是啦，转来咧规面全胭脂啦。你看这款人应该修理无？应该。哦，恁这人实在是心肝有够凶。我安尼受伤受这呢，真心重。恁安尼还搁拄咧拍拉咧，恁是还有够硬的。点咪？借问一位，倒一位叫做吴水湖？啊？这个名我敢若捌听过，真面熟哦。阿托你啊！哎呦，我吼，五嘴鹅啦，五嘴鹅我煞听。先的啦。带恁啊，3个字。请你来到警察局一撮无？